咗米蘭 check in 咗 Airbnb 都好夜，第二朝又要一早起身，所以我哋決定去樓下嗰間餐廳食晚飯就算啦。樓下間餐廳主要做 local 人生意，我哋叫咗意粉同 pizza。唔知係咪意大利人普遍都食得比較重口味，意粉同埋 pizza 都比較鹹。我哋叫咗碟 spaghetti carbonara， 意粉面質好彈牙，同我哋平時食開嘅好唔同。佢只用蛋黃同芝士做個汁，而唔會落忌廉，所以意粉相對地結身，冇我哋平時食開嘅咁滑溜。bacon 好有鹹香味，但係加埋個意粉汁就鹹上加鹹。相對地個 pizza 比較啱我哋口味，薄底焗得啱啱好，唔太燶。如果可以唔好咁鹹就 very good 啦。The next day， 去到米蘭，少不免會踏足米蘭中央火車站。佢係意大利第二大火車站，亦都係歐洲最宏偉嘅火車站。車站內外結合咗羅馬宮殿風格。佢係位於市中心嘅奧斯塔公爵廣場。車站有24個月台，每日為超過32萬名乘客提供服務，不僅能通往各大意大利城市，亦都係來往瑞士、法國等國際列車嘅停靠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嚟到米蘭又點可以唔參觀米蘭大教堂？佢係世界第3大教堂，可以容納超過4萬多人，係意大利最大嘅教堂。佢位於米蘭市中心嘅大教堂廣場。教堂建於1386年，經歷咗近6個世紀先正式完工，所以佢融入咗好多唔同時期嘅建築風格，但主要以哥德式風格為主。教堂外觀以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。擁有135座尖塔同埋3400個雕像，每一個雕刻細節都睇到哇哇聲。記得嗰日我哋欣賞教堂旁邊嘅中央青銅大門都好一段時間。呢道門稱之為聖母門，佢係大教堂嘅中心門，亦都係最大嘅門，描繪咗聖母瑪利亞嘅喜悅同悲傷。右側門代表天使報喜同耶穌降生嘅情景，而左側門就展示咗耶穌受難同釘十字架上嘅悲傷時刻。呢道門精巧嘅雕刻令佢成為教堂外觀最迷人嘅元素之一。米蘭大教堂係一座大型5殿式教堂，由中央主殿同4條側廊組成，至少有40條柱支撐。喺教堂裏面，你會見到好宏偉嘅中殿、錯綜複雜嘅雕刻裝飾，同埋巨型嘅彩繪玻璃窗。呢啲彩繪玻璃描述咗聖經故事，喺陽光透射下散發出神聖嘅光彩。據講，教堂裏面供奉咗一支耶穌受難時所使用嘅聖釘，呢支聖物掛咗喺主祭壇上面。每年9月嘅聖釘節時會舉行特殊嘅儀式，展示呢件神聖嘅遺物。呢個唔單止對信徒嚟講有極高嘅宗教價值，亦同時吸引咗無數遊客嚟參觀。參觀教堂裏面係免費入場，但如果參觀教堂屋頂露台、博物館同埋考古區就需要買飛。官方網站提供幾種唔同嘅套票俾你選擇。因為趕行程，我哋就冇登頂參觀，但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，我都覺得值得上去教堂屋頂近距離欣賞雕像細緻嘅雕刻同埋市景。票價每年會調整，建議出發前上官方網站 check 下最新價錢。旺季現場排隊可能超過1個鐘，所以建議大家上官網預購。官方網站我放咗喺 description， 詳細資料大家可以上網睇下。另外入教堂需要通過安檢，唔可以攜帶大型背囊。衫褲方面要着遮住膊頭同埋膝頭哥嘅衣物，短褲、背心、短裙就唔得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啊！喺教堂廣場經常有人搭訕要幫你綁幸運手環或慧夾，你可以唔好理佢，我哋就求其俾啲散紙佢同白鴿影相就算。教堂廣場都係扒手嘅熱點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財物。教堂旁邊就係世界聞名嘅 Galleria 購物拱廊，係意大利歷史最悠久嘅19世紀購物中心，亦都係米蘭嘅主要地標，為慶祝1861年意大利統一而建。Galleria 呢個名就係向首位國王致敬而命名。佢位於正中心嘅一個4層雙層拱廊，拱廊最出名就係呢條人山人海嘅商店街，裏面有 coffee shop 餐廳之餘，就唔少得嗰啲頂級名牌鋪頭。例如 Gucci、Chanel、Louis Vuitton、Dior， 仲有1913年開業 Prada 嘅總店。另外呢度係扒手出沒嘅重災區，大家記住要睇緊自己嘅財物啊！
中央圓頂下有個公牛馬賽克，傳統話將你嘅右腳踭踩喺公牛嘅睾丸上，旋轉3次就會帶嚟好運。呢個講法就見仁見智，但係賴都賴嘞，就玩埋一份。除咗宏偉嘅大教堂同埋購物拱廊嘅 Galleria 之外，附近仲有一個必去嘅地方，就係 Starbucks 儲備烘焙店。呢間係意大利唯一嘅 Starbucks， 亦都係世界上最靚最獨特嘅 coffee shop 之一。佢喺前證券交易所同埋郵局大樓裏面，距離大教堂同 Galleria 好近，只係大約4分鐘嘅路程。烘焙店中間有一個巨型22英尺嘅青銅烤爐，可以喺現場烘焙咖啡豆。裏面有 coffee、cocktail 同 bakery 區。烘焙店裏面賣嘅蛋糕、麵包都係由一間叫 Pinzi Bakery 嘅意大利麵包店每日新鮮出爐。啲蛋糕同麵包真係好吸引，可惜我哋晏晝食得太飽，所以我哋嗌咗2杯 coffee 嘆下就算。下晝同夜晚人流好多，所以要預啲時間喺門外排隊，入到去都要揾位坐。但係我都覺得好值得嚟打下卡影下相。嘆完咖啡，我哋就去新皮奧內廣場睇和平拱門。佢係一座建於19世紀新古典主義嘅凱旋門，高25公尺，闊24公尺。最初由拿破崙下令興建，以慶祝勝利，命名為凱旋門。但係起緊嘅時候，拿破崙滑鐵盧輸咗，奧地利皇帝弗洛茨一世將呢座拱門正式改名為和平拱門。拱門頂部有青銅綠馬拉住和平女神青銅雕像，睇睇下真係覺得柏林嘅 Brandenburg Gate 同佢有少少似。隔咗冇耐，我哋睇睇下突然聽到一個街頭表演者彈吉他。聽到個前奏就覺得好熟，諗下就認得係謝霆鋒嘅《逆行》，心諗好開心，去到意大利都有人識廣東歌，上前同佢確認係咪彈緊佢嘅歌，點知佢話唔識佢，聽落真係有90%似，大家覺得呢？聽完音樂，我哋就去達文西最後的晚餐博物館。出發前最期待就係親眼睇呢幅最後的晚餐壁畫。達文西係畫於1494年至1498年，被譽為係世界上最重要嘅壁畫。啲飛係每季喺網上開放預售，例如9月開放預售11、12同1月嘅飛，如此類推。啲飛係極度超級難買，一票難求。我哋係較啱時間凌晨4點，用1部電腦、2部手機上網先至買到。大家一定要校定鬧鐘上網搶飛。官方網站我放咗喺 description， 詳細資料大家可以上網睇下。之後你一定要帶齊你嘅飛同 passport， 半個鐘頭前去 ticket office 驗證，同埋要放低個袋，亦都唔可以帶任何嘢食嘢飲入去。驗證後你一定要至少提前15分鐘去到博物館門口等入場。入場時候要通過好多道門，呢個安排係為咗保存真跡，確保博物館保持正常溫度濕度。幅壁畫真係好大，啲顏料你睇得出係有啲甩甩地，但經過咁多年仍然保存到呢家，真係好犀利。雖然幅壁畫係平面，但睇落去好似立體一樣，你會覺得你望住耶穌同12門徒食飯一樣。壁畫前面亦都有描繪咗耶穌同門徒食飯坐嘅位置。參觀時間只有15分鐘，每15分鐘就放40個人入去。記得我哋6點9入場，15分鐘後就啱好7點鐘閉館。其實15分鐘影相同睇係足夠有餘，因為場內其實得2幅畫，但大家都係最主要睇最後的晚餐。另外一張壁畫係描述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情景。另外，如果你哋同我哋一樣睇最後一場，睇完想去 gift shop 買嘢嘅話，記住其中一個去 gift shop，另外一個去 ticket office 攞返個袋，因為 gift shop 同 museum 都係7點鐘閂門。睇完咁有歷史嘅壁畫，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喺2014年完工，由建築師 Stefano Borrelli 設計，名為垂直森林呢2棟知名大廈。大廈外牆種咗超過16,900棵大中小型嘅樹、灌木同草本植物。佢嘅設計目的係淨化城市空氣，因為呢啲樹有助增加濕度、吸收二氧化碳同灰塵，製造氧氣，大大改善居民嘅生活質量，亦創造一個天然阻擋輻射同噪音嘅功能，仲可以為雀仔同昆蟲提供棲息地。
大家可以安排時間去睇下。最後想推介一間台灣道地嘅餐廳俾大家，佢啲味道唔錯，幾正宗，可以喺外地食到呢啲味道真係好幸福。老闆娘係嚟自台灣，態度友善。我哋叫咗台式牛肉麵，牛肉好腍好入味，麵質好有咬口，飲完個湯都冇口乾，一定冇落味精。炸醬麵味道不過不失。豬肉水餃6隻大大隻，夠晒飽肚。珍珠奶茶出奇地好飲，佢唔係只得奶味，飲得出有幾香嘅茶味。今集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鍾意嘅話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下集再見。